结束。啊，系啊。哎呀，你看那丢脸呢！不会啦。我白了，给你叫我下，伊要行吓到了。呵，卖紧张。你叫阿妈走那边啦，你忘记哦。弟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会不会讲？他才中班而已啦。讲叫我行下，伊家己要行家，你自己害怕了，看不到阿妈你就吓死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请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当时的状况。好，有一位男童在公园跟阿嬷散步时走失，然后有一位热心的民众带小朋友过来报案，然后小朋友哭着说我要找阿嬷，然后我们就先照顾一下男童的情绪，然后请同事先过去公园找阿嬷，然后后来经了解是因为男童想要跟阿嬷走不同的方向，然后再跟阿嬷会合，顺利找到阿嬷之后，我们就让男童跟阿嬷祖孙相认，然后让他带回去。